他大半夜跑过来把菜亭卖了。他走的时候说了，他这辈子对你仁至义尽，恩断义绝了。你刚刚说那话什么意思啊？哦，这个是他走的时候要我留给你的，拿着，拿着。他说啊，他跟广州大酒家那边打好招呼了，让你去后厨做学徒，学更好的厨艺啊，拿着。是吗？哦，我去我试一下。哎，小二过来，我要下单。OK， 我老单了。哟，陈卫，你今天来是来上工的吗？我师傅呢？学徒3年，这里边每一位都应该是你的师傅。我师傅林北江呢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呀应该忘记你师傅林北江，而且你要忘记跟他所学过的一切。我问你，我师傅林北江去哪儿了？你给我喊什么？你是来兴师问罪的吗？小志，如果你不想告诉我的话，你告诉我黄师傅在哪，我去找他，我问他。我为什么要告诉你黄师傅在哪儿呢？你有什么资格见黄师傅呢？黄师傅，你干什么喊？哎，干嘛？动刀！干什么？师傅，黄师傅，怎么了？校长，学徒的事儿我不管，你是带艺头师，既然黄师傅看中你，那我就亲自给你安排住处。但是该守的规矩，你一样都不能少。头1年没有薪水，不许偷师，不准打架，手脚麻利，出门请假。这是你的床铺，床单被褥都是旧的，但是干净。想要好的，自己挣。我这个人呢很随和，你可以跟着他们一样叫我笑哥，也可以叫我麦孝文，都行。谢谢你啊，麦孝文。那好，从明天开始，你跟着他们上工，不懂的问他们。先进门为大，这里所有人都是你的师兄，赶紧收拾，明天不许迟到。知道南路医馆吗？去找西南路，他知道你师傅怎么回事。这是你师傅去博济医院拍的 X 光片。外国医生跟我们的诊断一样，都是肺结核，而且比较严重，就是我们常说的肺痨。阿威呀，他们现在应该告诉你了吧？这广州大酒家在10年前还是你师傅家的，师傅以前也是个阔绰的少东家，可惜我一直无心经营，又沾染上赌博恶习，把身家输光光。酒家也盘给别人了。阿伟，我送你去学艺，是希望你在那里能成为一代名厨。师傅九泉之下也会欣慰，你要好好干。各位南北要好，稀土、丝绒。你放轻松点儿，这没人认识我们。请柬，他们只认请柬。先生，他不吃。哎，你等一下，等等。欢迎大家参加今晚的开盆。我不吃，你可以吃。糯米糍，这个说实话是肯定不便宜。是来自广东药业协会的委托。第一批来自山西的
黄芪1000斤，党参500斤，远志600斤。现在开始起拍。我出300元。好，这位先生出价300元。 310。350。好，这位先生出价350元。还有没有继续往上加的？400。好，这位先生出价400元，400元是目前我们的最高价。他出400，可是咱们只有230块钱。那就再等等看呗。这400元1次，400元2次，到底看上啥？400元3次。恭喜这位先生，400元成交。好，下面2箱西药是委托拍卖，是来自粤海关查扣的走私货。拍卖款呢将捐给陈济棠总司令倡议建设的中医学校。这西药来捣什么乱呢？今天来的都是吃中药饭的嘛。就是啊，赶紧继续吧，我还等着浙江那批药材呢。对呀，赶紧继续吧。各位同仁，请静一静，静一静。既然卖药所得是捐给中医学校，那跟咱们吃中药饭的就有关系了。这样，我徐南路先开个价，我出50元。好，我们这位徐老板出价50元，还有没有继续加价的？60。徐老板说的对，中药西药都是药嘛。好，共襄盛举，那我再加10元。70元，现场出价70元了。支持徐老板，我加20。后面这位先生出价到90元了，还有没有继续加价的？我出100。120。120元，目前我们最高价是120元，还有没有加价的？东家，我看这年轻人好像是冲你来的。这个年轻人我从来没见过，他是哪家药铺的？我去查查。啊，各位，海关查扣的走私货，这一定是真货无疑啊！为什么？因为绝对没有人去冒这个风险走私假药，对不对？还有没有继续加价的？120元是目前我们的最高价。130。150。徐老板，抱歉了，要不然你成全晚辈吧。年轻人啊，相互成全那才是真成全。我再加10元。160元，南路医馆的徐老板，160元是目前我们的最高价。东家，他喊完不作数，拿的是别人的钱钱。还有没有加价的？我出200元。200元，我们的徐老板出价到200元了，还有没有加价的？430。430元，我们后面这个先生出价到430元，430元1次，430元2次，430元3次，恭喜这位先生成交。各位，我不得不说啊，这个价钱到药房去买药就够了。咱们没有那么多钱。你在这等我一会儿，我有办法。恭喜这位先生，来自海关查扣的2箱走私西药归您了。小六子，哎，徐老板，这是要走啊，还有好多药没拍呢。抱歉，抢了你的药材。小伙子，你有点太张狂了吧？徐老爷子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打算把这2箱西药送给你们。什么？来换取我到你药坊学徒的机会，完成我师傅的遗愿，把他那个留下的生药铺子给做成大药房。所以呢，想跟徐连仲老爷子，岭南最好的药工学习制药。徐爷，听清楚了吧？人家可是冲你来的。我不收。小伙子，既然想学艺，你就不能好好登门吗？那空着手多不好意思啊！你是哪家药铺的？和记生药铺。和记生药铺的。你认识我师傅？岂止是认识。记得以前你师傅一直给我们供药，只可惜啊，他死得太冤枉了。徐爷，你还记得他师傅吧？哪能忘了呢？
年轻人，那2箱子西药，按市场价也就值200块钱，这个钱我可以出，但是多出来的钱是你炒上去的，要由你自己来背。谢谢你，高抬贵手。年轻人，看来你是算计好了我会出这笔钱。和你们说句实话吧，我就230块钱，你再多举一次牌，我就麻烦了。六子，哎，东家，跟这位小哥进去，把那2箱子西药拿出来。好嘞。快点，我好把衣服还给人家裁缝店。明早还不一样吗？那能一样吗？今天还是情分，明天还给不给人家钱呢？咱们家现在可连一个好样都凑不出来了。没事啊，明天有一批穿心莲要去送货，送到了就有钱了。以后不能干这个事儿了，吓死我了！家里的钱都被你花了，一点都没留。你不怪我把西药送给徐南路啊？那可是咱们家所有的家底儿啊。我怪你事先不跟我讲。以后不敢，不敢。裁缝店还开着呢，赶紧回家换衣服还给人家。哎，缸里面还有水，你先冲个凉，我再去打水。我现在心里还害怕呢，万一徐老板没同意要那2箱西药，我看你怎么办？拿什么钱给拍卖行？你这胆子啊，从小就这么大。你还记得小时候晒陈皮的事儿吗？你呀，从小做什么事情就喜欢取巧，耍个小聪明，怪不得人家都叫你狐狸呢。唉，也怪你师傅从小没好好教你怎么做生意。今天晚上想吃什么？竹升面行吗？欧伯，哎，您饭还有吗？家里的用光了。你呀，每期都想多蹭点米饭呢啊！你再多来一点嘛。哎呀，你这个狡猾的狐狸呀！你老看着我们长大的，狐狸有什么坏心眼呢？跟你媳妇一个样啊！每期都是她占我的便宜，我可从来没有占过她的光哦。我们是开药铺的，我宁愿你别占我们什么光，健健康康、长命百岁多好啊！我就中意阿芳举的凉茶啦。遵旨，明天煮好了给你送过来。个衰仔啦！老头儿，我会好好干的。起床啦！什么事啊？什么事啊？哎呦，哎，您这边请啊。干嘛呀？陈伟，你做什么？这是申伯，他每回来都坐这里。来，申伯，请坐，请坐。来坐，来，请坐。申伯，这新来的不懂规矩哈，我跟他说去。哎，去吧去吧。陈伟，我告诉你，你学徒刚来，你不懂规矩，我都告诉你好好学学。申伯都是常客，你都得认识。你臭小子，你这是跟谁说话啊？陈伟哥，打扫卫生而已啊，你不用拿刀啊。现在学他叫哥了，我告诉你什么叫刀在人在，刀不离手。可是头1年在水台当学徒也用不着刀啊。什么意思啊？
头1年在水台当学徒，就干洗菜、摘菜、杀鸡宰鱼这些事。我都当1年学徒了，还在水台。有个师兄已经2年了，还在天天洗菜。哎，来了，曾伯，1周2件，马上就来。那以后就要辛苦陈师傅了。好的，黄师傅。人手不够的话，跟我说。哎，知道，明白。三位师傅，林北真的徒弟？哦，我认识你师傅啊，他还是少东家的时候。这是游击大佬。你好，你师傅把你托付来谋个前程，以后我们都会照应你的。麦小文给你安排工作了吗？他让我从水台干去。那就好好做，别辜负了你师傅。可是我在荔枝湾最好的菜店上干了9年了，我不需要从水台干起来。風送默默心一片，風送萬里來復見，留待靜靜看，望到百花開遍，夢尋故影飄遠，夢醒依然，笑容滿眼線，笑光兜轉相隨於有情天。一会回去洗了。是师傅。以后再让我闻到谁身上有香水，自己扒了皮。哇，是不是雅顿公司今年新推出的那个 Blue Glass 啊？仙丝公司都还没上哦。这个呀，是吕公子从旧金山给我带回来的。哎呀，这个味道真好，洗了多可惜呀。那师傅也太偏心了，对那个陈立夏就怎么都行。他说要安装电话，100个银元的出装费，10元的月租，他眉头都不皱一下就给出了。这电话其实我们用的更多了。不用白不用。还有他那个脚踏车，1年光牌照费就要8元。脚踏车可是我自己买的，牌照也是我自己上的。你们安在师傅头上，问过他没？唉，我们聊下天嘛，你不要太在意啦。就是，好好干活，守规矩，就是如鱼得水；不好好干活，不守规矩，那就是咸鱼泡盐水。厉小姐，外面有人找你。什么意思啊？我怎么知道？哎呀，丽夏小姐，你这是还要在舞台上放电影吗？电影还不行，但是可以放出照片来，也算电影吧。我们这次的首本戏推出的是全新电影布景，是杜丽娘梦里的景象。这杜丽娘梦见什么了？亭台楼阁什么都有，梦见什么就有什么呀。哦，这次我们的棚面还多加了一个人。啊？这棚面还可以加人？创新嘛。我们是跟薛觉先薛师傅学习，我们也请了一位会吹萨克斯的棚面。怎么样？电影影像、机关布景、萨克斯，3大创新。我不见他们了，让立夏全代理去谈。是师傅。啊，对了，师傅，外面的人都在传，我们在新女班担大旗的是陈立夏。那就让他担。这回可以正大光明的学了。以前跟你啊去南路药房，就跟做贼似的，偷偷看，玩命记，回来再画在小本子上。现在咱不用了。那就跟着人家好好学，早日实现你师傅的梦想，好告慰他的在天之灵。别拖呀！第1天去上工，给人留下一个好印象。我是去当学徒，当学徒也一样。我第1天去，保不齐人给我下马威呢。我穿这么好的衣服，回头再给我扯了。你不惹人家，人家给你下马威干什么？真没那必要。我让你穿着，你就穿着。
休想拿出去再把这件换上，你洗了。这是做蜡丸的方法吧？我可都看见了。画成这样你都看出来了？还是我帮你画吧。我在学堂的美术成绩可是梁上画的比你好，而且我能画出全部的细节和过程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呀。师傅，是，我来了。你跟你师傅一样，每次送药都是东张西望、鬼鬼祟祟的。看看他把你调教成什么样子了！小小年纪，学得一身的阴谋诡计，听说都叫你狐狸，让人家叫狐狸，这是好话吗？我也想被叫老虎，可是你们不叫啊。那就努力去做老虎嘛。我做梦都想。你看，我随身带着呢，没事就跟着学一学。哇哦！是想学做药吧？想。能吃的苦？能。好。这学制药啊，不能不学中药的炮制。生药铺金银草药，对炮制想必不够精专吧？你就从学习炮制开始吧。正好有一批姜在炒制，这生姜啊，炒至微黑，内呈棕黄色而成，它有温中散寒、温经止血的功效。它能治疗中气虚寒的腹痛、腹泻、虚寒性的出血。性味苦涩温心热，归脾胃肾心肺经。呵，还学了点东西嘛。这100斤生姜，沙子加热后炒成35斤，需要几个壮汉一起炒制。我看你这身板挺结实的，这炒泡姜啊是最累、最吃功夫的工序。你要不行的话，就跟他们说一声，打铺盖，滚蛋。怎么还没翻来啊？哦，当口不管了？最近草药生意不好，我一个人就够了。他还年轻，老守在你身边，那也不是个事情的。哎呦，年纪大了，该上锁的还是要上锁呀。我守了这么多年的水，清白不清白，我还是知道的啦。可惜人言可畏的啦。你怎么在这儿呢？打水啊？欧伯呢？刚走。水桶呢？今天不用打了，缸里还有。今天上工怎么样？都快把我烤成一块姜了，整整1天都围着灶台转，那汗流的跟下雨似的，还落不到地上，刚滑到腰上就烤干了。家里水够不够啊？我得好好冲个凉了。你好，你要個奶黃花。上工嚟啦！10歲號台，牛腩豬腸飯，上下到。要这样才对嘛！你看看，两位师傅啊，看一下这个。陆羽居最先搞出星期美点，号称每星期都换一批点心，生意大涨啊！葡萄居、金轮、福来居马上都跟着搞。怎么样？我们跟不跟啊？这次不跟怕是不行了。
过要辛苦老陈了。我们做点心的有一句话，叫一世夫妻百事床，日夜颠倒啊，跟家人只有半辈子相处。不过每星期都出美点，我也想做，光头佬。那就好，这样我们跟东家也好有个交代啊。就是食材损耗方面呢，要多打点，每家的星期美点都不少于6甜6咸，香鹿虾云吞，剥皮鲜虾饺，牛肉滑肠粉，椰蓉冰肉饺，凤凰椰丝爽。这食材成本，这个我再跟东家商量。哎，哥几个，问一下，咱平时吃这饭菜啊，都是谁做的？师傅们轮班做，菜金是单独记账的。好，哎这样，改天我给你们做一顿，我做菜还不错啊。师傅让你上灶了，那你是不是就不用当学徒了？哎，这么大点儿，怎么整个小胡子呢？你，给我进来！你们也别吃了，都给我进来！啊，这又要做什么？觉得自己挺不错了是吗？敢跟我师傅告状？让我送水台班去。那就好好做。可是我在荔枝湾最好的菜点干了9年，我不需要送水台班去。这样的话，好，那今天就让我们看看你到底有多棒。你想看看吗？切丝，你在菜亭9年，他们俩从学徒到现在也差不多9年，你们比。好。开始。看看先了。这刀工啊，差一点吧。时间到。就这，服不服吧？这怎么还好意思比嘞？你输了。我愿赌服输。我会好好练习切菜。想升砧板啊？美的你！你先在这水台给我好好练着。师傅，咱们今天栽了一个大跟头啊！说实话，这事儿得怪你。这9年来，你都没有好好教我这个切菜。你师傅是蛇吗？闭嘴吧你！那你师傅去哪里了？他为什么不教你了？肯定是你太淘气了吧？我师傅累了，出国散心去了。哦。
虾饺、叉烧包、烧麦，都不如大堂好吃啊。阿威啊，你要记住，一个好厨师是要博众家之所长。立马去红梅啊！大老头，你看我。游击大佬没有名字，连发薪单子上写的都是游击大佬，人家烧腊都是游击大佬谁谁谁，就好比咱们是点心小案牵手臣，灶头头货，霍气王。从今天起啊，我就是水太陈威。哟，刘老爷子，你可别说我没教你啊！这麻油性为寒，味甘，能润燥通便，解毒生肌。它和其他药物配置能使其质地酥脆。我问你，这麻油能和哪些药物配置啊？葛芥马钱的3七，还有骨头。孺子可教，好好锤吧。徐老爷子，我和你告个假，我出去一趟，一会儿就回来。朽木，想偷懒就别找借口。我是真的有事儿，昨天我和东家都说过了。呵，你还拿东家来压我？你能有啥事儿啊？没有。徐老爷子，我有2个亲人，今天兴许能见上。啊？什么时候的事情啊？就刚才啊，我亲眼看见的，从这边巷口过去的，听说要游街示众，好像押到那个，对，流花桥刑场枪毙。流花桥不是在东教堂枪毙人的吗？你懂什么？流花桥刑场枪毙的都是大人物，有桥有水。谢13哎，可是大水匪。你们猜猜啊，押运谢13的人有多少？有多少？50啊？不对。丁满儿，啊，你刚说谁？你不知道吗，陈伟哥？大水匪谢13啊，在东莞被抓到了，送到广州来正法。就该临时谋天造梦的种人，被这谢3给搞好了吗？我专门跑了趟东莞，弄断了他的舌头。奎哥放心，人死了就断了。船都被抢去了，我们大家就该死。哎，都说这谢13是杀人如麻，我看着也……去死吧！
指纹科的人说了，这刀经手的人太多，指纹太乱，提取不出来。你看看，能看出什么来？是。双狮牌，郑其利出的，假货比较多吧？那这把呢？这我可看不出来，我从来没摸过菜刀，还是得找个厨子问问。这把刀啊是正品，不过呀不太新了，经常用，而且是刚刚磨过，非常的锋利。刚磨过？那这是要杀人呢。看来这谢13仇家满天下呀。但是呢，他只磨了一半儿，有点意思。我一直是想不明白呀，怎么回事？那还查吗？继续查下去啊。这把刀送书房去，省得浪费。是。我是用我菜刀弄丢了一把，所以买了一把新的换上来。正品的正气力。你以为把刀还上就没事了吗？你无故外出，你眼里还有没有规矩？我错了，不可以改。去死吧！爸，妈，谢13死了。你们可以安息了。那个谢13害了那么多人，谁家的子女和亲人不想找他报仇啊？所以我觉得那个扔菜刀的，不一定是你弟弟。我觉得是，声音像。你呀，就是太想念你弟弟妹妹了。又该上报纸登启事了吧？今天早点登。晚几天也行，现在生意不好，我又被南路药房拖住了身子。没事儿，我一个人能行。还是找你弟弟妹妹是大事。也不知道他们现在在不在广州。那就多登几家报纸，省里的登，外地的也登。等赚了钱再说吧。不过我想了个法子，如果顺利的话，能提前学到本事。什么法子？江湖事，江湖了。月人上午，广州武馆众多，门派林立。陈山河在何继生药铺谋生之余，也习得一身咏春功夫，此刻就用上了。没想到小陈儿你还会功夫，咏春打得不错。徐老板也是习武之人，一武不分家嘛，学正骨的都会比划两下。那请赐教。不好吧？我是来给吴老板治病的。洪拳，徐南路。咏春，陈山河。药来了，你抹点，我手中。第3排第1瓶，左边第1瓶。对，第3排的第2瓶，冯了性跌打酒。啊，用力轻揉，发青处呢擦梨花海，这个黑鱼处呢要擦冯了性。
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打拳啊，你还凑合；用药，你不如我。知道这2种叠打酒，我为什么这么佩服吗？运用之妙，存乎于心。哎，你说说你，明明是你要给我松筋骨的，结果自己倒是先受伤了。哎呀，告诉你吧，用了我徐南洛的药，药到病除。哟呵，轻点，小子！哎呀。